滿啊，37蚊競彩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中間紅衫大把世界啦，埋邊嘅馬呢都好快嘅，中間有競彩啦，咁啊喺入邊呢，仲有呢隻紅寶仔啦、內蘭劍無情啦、大愛檔，仲有兩隻嘅盈威勇士同埋最出呢正白旗眼望望都埋唔到去㗎啦，咁啊變咗呢，入邊嘅馬啦，富貴榮華啦、63國水精華都跟到喺中檔嘅，後啲馬智勝威龍喺尾4。尾3呢就係優勝響內欄啊，暫時殿後兩匹馬，有呢隻喜多屋同埋威進寶啊。過咗呢個1002米段處啦，走咗一段啦，前面大把世界呢就走中檔佔先㗎，外邊盈威勇士就跟住第2位，內欄第3劍無情啊，咁啊第4位呢仲有呢隻紅寶仔啦，再喺外邊位置呢競彩響第5。內欄呢仲有呢隻白衫紅袖呢就富貴榮華，咁啊數個位呢就唔錯㗎，第7位綠色衫呢就係呢隻國水精華，後啲嘅馬正白旗智勝威龍喺尾4，尾3內欄優勝包咩一隊喜多屋同埋威進寶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大把世界依然係放頭佔先咗第1個身位㗎，盈威勇士第2位，落後個半身位第3位呢仲有紅寶仔啊，外邊競彩都開始上啲啦，內欄有劍無情啦，後啲國水精華綠色衫中檔㗎。咁啊，再見到喺出邊有正白旗啊，後邊嘅馬呢先有智勝威龍優勝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。前面大把世界佔先，盈威勇士逼近啲啦。咁啊，見到外邊呢隻競彩呢，左手邊大邊咁殺落去啊。咁啊，埋邊國水精華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正白旗嗰啲馬鬥到嚟最後200米啦。競彩已經係脫穎而出㗎啦。外邊智勝威龍係追得最勁一隻啊，埋邊大把世界亦都捱緊接近終點。競彩再下一城啊，第2名智勝威龍，第3名呢就係呢隻大把世界盈威勇士啊，咁啊結果呢隻競彩都真係再下一城啦，一早已經攞出去出邊啊，寧願冚你啊！智勝威龍都好定當嘅話，都幾後咁追上嚟，就跑翻個第2，大把世界放頭第3，盈威勇士跟前第4。咁啊，贏完啦再贏啦。另外嗰隻咧都好積極咁樣跑㗎啦，智勝威龍啊！人哋早着先變，佢要擺正個身位先追，遲咗步。如果唔係，佢都有機會贏。哎呀，你見佢湧上嚟嗰段啦。競彩呢啲啊，擺到明佢唔好，佢唔會出嚟跑嘅呢場。泥地又得啦。